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渴想你。哦，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即将开始。在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大家，我们先一同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专注的放在神的面前。哦，主喜悦的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喜悦，主所喜悦的那个祭，就是我们自己将我们全人全心降服在他的面前，献上活祭，单单的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看内心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不像世人，世人是看外在，耶和华是看内心。愿这个时刻，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就像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单单的奉献在神你的面前，为的是要蒙他的悦纳，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享受跟神亲密美好的连结。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刻预备我们的心，跟神祷告，跟神说话，渴慕更多的被神来充满，来触摸，来浇灌。上帝啊，你是阮的上帝，咱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阮的心喙焦笑念你，咱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是阮怜悯疼痛正惊你的天父上帝，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恳求。上帝啊，你是咱的上帝，咱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咱的心喙焦笑念你，咱的肉体切切羡慕你。咱把安尼伫圣所牢记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咱的嘴唇要来学乐你，咱有我的时要安尼学乐你，咱要奉你的名举起咱的手。咱的心性要把足，亲像食谷脆油呢，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乐你。伫这个时刻，恳求主你的圣神自由地运行，伫这个圣所内面，阮每一个人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到咱的中间，来到每一个较无你同在的囝儿的心上，也临到每一个你来神殿要调记你的人的心上。哦，主啊，咱要甲你结连，亲像葡萄树枝结连伫葡萄树丛同款。咱的生命要伫你的内面起造，成做一个伫基督内面搁换新的人。哦，主啊，咱要来学乐你，要来敬拜你。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诚、用真实来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子好人来敬拜伊。因为上帝是神，
敬拜伊的，爱用神用精神来敬拜。恳求主帮助阮用神用精神来敬拜你，要讨你的欢喜，互阮伫真实的敬拜当中，调记你的灵光，甲调记你的面，领受对你来的活水，伫阮的生命内面，成做源头，互阮的生命结果子，永远袂脆干。伫主的内面，喜乐佮满足。咱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阵，咱来唱这条求圣神运行的诗歌，先用台语来唱，大概带心济咧。伫这个时刻，伫这个时刻，求圣神运行，来充满阮的内心，主改变阮，帮助阮明白你，搁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你。对头搁一遍。伫这个时刻，求圣神运行，来充满阮的内心，主改变阮，帮助阮明白你，搁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你。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阮的灵会当伫你荣耀中，搁一遍徛起。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你听通充满，予我通明白，你对阮生命。记忆，伫这个时刻，伫这个时刻，求圣神运行，来充满阮的内心，主改变阮，帮助阮明白你，搁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你，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阮的灵会当伫你荣耀中，搁一遍徛起。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你听通充满，予我通明白。你对阮生命记忆，主圣神，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我的灵会当伫你荣耀中，搁一遍徛起。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你听通充满，予我通明白，你对阮生命记忆。搁一遍主圣神，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阮的灵会当伫你荣耀中，搁一遍徛起。主圣神，主圣神，充满阮的心，你听通充满，予我通明白，你对阮生命记忆。接下来我们要用华语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求圣灵运行。
这时刻，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圣灵求你自由的运行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来充满每一位会友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我们跟你声唱，主圣灵，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主圣灵，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着今天的聚会，还有被圣灵充满来祷告。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是的，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只是我们富强教会的会友，甚至是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祝福我们自己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处的职场，还有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我们同心开口的来祷告。实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器皿，神啊，你的灵要降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使用的是从神而来的能力，不只是祝福我们的生命自己被神改变、被神触摸、被神祝福，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家庭，在学校工作的老师或者是学生，还有在职场服侍的每一个的人，还有我们所处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教会。主啊，你兴起每一个基督徒，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跟浇灌我们，渴慕回应神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知道，当神的能力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蒙福的。如同约瑟。是的，主，愿你的祝福恩典临到我们。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我们先念华语。好，预备，请。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好，我们用台语，会台语的人，我们就用台语来念一次。好，预备，请。听好信的心，对顶面喜乐的咱。空呀变这样讲，不夜残化这。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经文，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是的，就像这个经节所说的，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会变为肥田，肥田会看成树林。神喜悦他每一间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为着我们富强50禧年在预备，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建会的意向，我们一起同声的为着这件事一起来开口宣告。预备，请。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富强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
富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是的，主，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教会祷告祈求祝福的时候，神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使我们的教会可以丰上加丰，利上加利，甚至是恩典比现在更多。因为神你说，那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主，我们渴慕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被神来复兴，更多的被神来祝福。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宣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哈利路亚！就求主圣灵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都是那承载神所荣耀的器皿。信心给谦卑的人，你好善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祷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祷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承载着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着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先照耀我，左眼左光，
这里，天国在这里。再次宣告被掳的释放，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神人的要行走，神人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再一次，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最后一次，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主啊，我们都是你那荣耀的器皿。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真实、用诚实来敬拜他。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一起唱耶稣。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再一次从头来唱。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称赞美耶稣，向世
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我们要求你的设立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来宣告。天顶的主上帝，你是大恩的主，喜乐满满，
恩典甲疼痛，予世间人的主。我们学到你的圣名，伫你的圣日，阮奉你的名三甲主日，用诗歌学乐，用祈祷来恳求，也用阮的行动虔诚敬拜。是因阮知你是至高的上帝，阮仰望你，雕记你，阮来敬拜你，是要领受对天顶来上至宝贝的恩典，就是主上帝你创造，用你的形象予阮。迄个上美好人的款式，感谢主，阮今仔日要举行会员好会2场礼拜，兄弟姊妹华语台语作为主旨，这是一个感恩同心美好的时刻。愿圣神伫阮的中间，愿神在我们当中赐下你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合一的心，在你面前同心。赞美、敬拜跟祷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要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用台语或华语一起来齐诵祷告文。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举行这个好会吼，2场礼拜拢联合在一起啦吼，所以位置可能不大够哦吼，所以免客气，咱头前吼，安尼摇滚区，个贵宾席拢会使坐吼，咱。较袂讲伤客就对啦吼，咱大先先做礼拜，然后咱来开好会，咱个时间到，咱来施会。三甲来启用，启用文22篇，诗篇95篇。来呀，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阮用谦卑的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典。用慈爱款待阮，也祝福予万百姓。阮感谢你的创造，你的保护，佮将逐项的福气赏赐阮。特别感谢你常看关心的疼，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世间人，通予阮得到永远的活命佮祝福。阮满心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阮常常得罪你，袂记得你的疼，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你怜悯阮，教示阮，洗清阮一切罪过，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今仔日，毋管阮是用喜乐的心，也是用困苦忧虑、悲重担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接纳阮的感恩、感谢、甲懊恼，嘛安慰、安静阮，为得到安息，互阮伫你的疼内面无惊吓，完全信靠你。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你怜悯施恩，医治早日复原。有家庭事业、工作的需要的。求你帮助解决渡过难关，
阮嘛将阮所徛起的台湾完全交托予主，求主祝福新选的总统甲伊所带领的政府官员，赏赐智慧、仁爱、勇气甲公义的心，互因会当敬畏主嘛疼人，尽心尽意来做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益的事。掌管天地主上帝，今年是228事件77周年。台湾这块土地是你创造美好的所在，求主带来和平甲谅解，透放台湾，脱离过去的悲伤，得到更新甲愿望。主爱主上帝，今仔日阮要召开会员好会，感谢你听阮的教诲，带领阮经过47年的年月。主啊，你是教会头，阮是肢体，求你带领保守大家，同心合意，照你的福音，行起一切圣善的事工，为你的圣国来努力。诚侪你伫世界光、世间人的祝福，感谢主，使阮伫遮同心敬拜你，恳求圣神开阮的目睭、阮的耳孔、阮的心门，来领受你的话语。求天父灵降临伫会中，掌权赐福。阮嘛将主日学的学生、老师交托予你。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2个所在，箴言19章第17节，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到第9节。我先用台语来读。真侪善请人是照互上主，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义。大家请用华语一起来读。记住穷人等于借钱给上主，他的上行上主要偿还。第二个地方是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到第9节。我先用台语来读。就知也少受少，也多受多，所以大家人就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唔通唔甘，嘛唔通勉强。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上帝会将各项恩典丰丰富富赐福予恁，毋但家己各项教业，阁会当做各项好事。照圣经所记载，伊慷慨真侪善请人，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请会众用华语一起读。要记住，少种的少说，多种的多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正如圣经上说，他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持传永远。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叹伊的话人。这时，请献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谦卑甲主三角行。献诗煞，请侯牧师讲道。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互善车加做富足的主，请咱恭敬来领受。
哈利路亚！咱俄罗上帝拍好啊，感谢主。多谢圣歌队，感谢圣歌队用诗歌带领我们来敬拜神。欢迎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举行和会，所以两堂华语跟台语都合作会礼拜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座位好像稍微有点拥挤了不过感觉上比较热络一点所以呢，平常时你坐位今仔日增加第二场的兄弟所以你感觉这个隔壁较少看到所以呢，认一下如果你觉得陌生的，就给他问安一下，说愿你平安，好不好？一起来给隔壁问好一下。两堂礼拜合在一起那个气氛特别不一样特别热络了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已经这个族群或是我们的不同的背景多元已经很习惯了，更进一步是我们彼此语言也都互通了所以呢，我们无论参加华语礼拜还是咱参加台语的礼拜那种隔阂性的拢无这是咱必然的趋势啦但是我要讲台语我要说华语那这个是我们必备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能力愿神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聚集聚会。无论是台语堂、华语堂，我们都是属于你的百姓。当我们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你美好的心意，就是我们彼此同心合一，为了富强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同工，成为一个门徒，也成为一个互助者。大家彼此为教会的事工来努力，也同心传福音，愿神的国度更加的宽广。我们要透过你的话来彼此勉励，愿神的恩典给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兄弟姊妹，咱线接顶礼拜所分享的这个和送香加最富足的主因为这2个礼拜呢，刚好都有圣餐，还有和会啦其实牧师是觉得说，要把这个完整的信息都分享如果一次都讲完也可以，但是好像觉得很仓促所以牧师干脆就分成3段，连下个礼拜一起用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牧师有讲有很多神应许的祝福。那当一个牧师的，当一个牧者的，当一个讲道者，你要常常宣讲，因为这是上帝要给咱的福气你拢无咧讲，伤当酸啦顶日我听到一个同工讲足昂度的，唔捌咧听有无？昂度听有无？昂度即马咱老人听有就是当酸啦、吝啬啦、唔甘啦。但是某种程度，又有会讲说，牧师常常讲这个，好像有一点在催我的意思其实是看你的领受，从属灵的领受，你记得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的根源。那因为这样，牧师用这2段经文那要稍微简短的来分享2个段落2个段落。那刚刚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内容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主题是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喜爱乐意奉献的人。好，头一段经文就是箴言箴言19章17節，箴言19章17節，他直接宣讲，尽这善恰人是救福上主，上主会教义的所做行医，就是神很奇妙的宣告。他知道这个世界有贫穷的人，有弱势者。当你周济他们，记住他们，你不是失去，你不是减少，而是将这一切借给神。上帝原来是赏赐万有的主，但是箴言却教导我们说，记住穷人等于借钱给上主，就是上帝欠你的就对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拢是咱欠上帝你亏欠上帝的恩典嘛？你欠这欠迄，敢若这句话讲，上帝欠你，咱得互上帝欠，你敢知影？
啊，上帝欠的意思就是讲，好亲像咱拄好春节过压岁钱，囡仔拢收几包碗，特别去找阿叔、阿姆、阿姑、阿婶拢摕足侪红包，妈妈就讲来，这钱寄互妈妈嘿，有的妈妈足重视讲妈妈甲你记起来，后摆你若要读册这钱加倍互你，也是讲你若欠起来将来安尼做嫁妆安尼意思就是讲，你钱如果一个负责任的啦，或是有教导的父母亲，他会知道说这个钱是小孩子他得到的，我要把它保管，而且有一天我要加倍还给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说：“你去关心穷人，你去记住穷人家。”你不是失去了钱，而是你借在上帝这边，而且上帝是欠你的，这是圣经真难得的一个教导所以上帝要因着人们的记住穷人的善行，他要守约偿还，这个奇妙的应许所以这段经文有一个足特殊的字眼，上帝欠你。做爸爸妈妈的那感觉讲我欠囝2、3岁，他就会心心念念的想一定爱互囡仔能得到我所要补偿伊的。那当神对你动了偿还的心，你就是在神里面是富足、是丰富的。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9章6到9节，佮加倍的甲咱讲几项。就是有关奉献的教导，他把奉献比喻如同耕种作物。我们现在当然很少人在市区里面有耕种的经验但是一般的农夫他们知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一个自然的原理啦没有什么很奇特的。所以他就把我们看见说，你殷勤耕种。你努力撒种，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有一些什么天灾啦，又是这些自然灾害但是它的原理就是，你多种的就会多收，少种的是少收这样子那当然，多种就要辛劳嘛，对不对？爱付出嘛，爱给足的时间嘛，你要忙进忙出嘛，有时候要影响你。饮食的时间嘛，休息的时间嘛，但是你会发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然的原理。然后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二个是什么呢？奉献是出于心甘情愿的。保罗说，你是心甘情愿，不是勉强的，不是被逼的。或是被诱惑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意思讲，你心甘乐意，济少是另外一回事。你甘心乐意，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所介意的。第三，奉献带来上帝丰富的赏赐。上帝会更加丰富的赐给你们，使你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善事上出力。亲爱的弟兄，这个跟刚刚我们读的箴言有相符合配合的美妙他说，上帝会更加丰富的赐给你们。他说，不只是充足有余神不会因为你捐助奉献而减少。但是他会给你丰足有余而且还能够更有能力做善事。那这个是神在历代以来给所有基督徒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应许是说，当你奉献，当你帮助穷人，当你记住那些软弱的人，神会给你更多，不是你账面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第4点。奉献带来永远的福分。他说：“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意思说，神看见你这样的服事，看你这样的奉献，他是永恒被纪念的，
永恒被纪念的。感谢主。我们从这2段经文再来回想这几个奉献的原则。奉献的原则，神是特别跟你讲说，是照你有的。意思讲，上帝袂要求你超过你所有的，我都无啊，上帝佫甲你讨，好像一只牛要掠几块皮啊，掠2顶皮，无啦，不可能。神是照你有的，这个是神的原则。所以，上帝要你做的，一定都是你有的，你有，神才会要你。所以有的人他比较丰富，他比较富足，所以神要让他给的多。但是当你入不敷出的时候，神也要你的，但是是你觉得你能够付出的。所以不论是时间、金钱、才干、恩赐，请会记得这句话：当上帝呼召你的时阵，伊是要替你负责，伊要加予你。意思说，你若无要做，上帝说你就够了。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神在后面，讲做你的目骨就对了，做你的后盾，做你的供应者。那其中的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呼召？你有欢喜予上帝来采用你无？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台语的。伊讲，恁若欢喜捐献，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恁若欢喜，上帝是要求你有的啦。你有，上帝才会甲你接纳，但是袂讲叫你无的要摕出来。我都无这个能力，我都无这个恩赐，上帝逼我都爱做。但是请会记得当你愿意讲我要做这项事的时阵，上帝就会把这个恩赐予你，足奇妙的咱教会兄弟姊妹，你看对头前带诗歌敬拜赞美的，也是各种服侍的当中可能是你坐伫遐，人也袂看出你有啥物恩赐，但是你当你讲主啊，我要来做这项，上帝就予你这款恩赐。有人讲我也袂晓接待，我也袂晓关怀，我也袂晓来招待这新朋友。有人捌咧讲我咧足惊厕所新朋友来我都唔知要讲啥话安尼。当然，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性说，安尼我无法度，这我无爱。但是你若讲我来试看嘛的时阵上帝会给你很奇妙的恩赐你原来以为说，我看到厕所人会歹势，讲话讲无，或是说这个口齿不清。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恩赐，神就给你说，你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招待新朋友的人。这是神的法则，很奇妙。华语的圣经说，你如果真心捐助，上帝一定悦纳，他要你们献上你们所有的，不是所没有的。这个是很奇妙的原则了所以兄弟姊妹，我们理解到一个人有没有，或是能不能，不是先按照自己心里的衡量了。请记得，上帝呼召你，就会加给你所需要的，包括金钱的捐助，包括恩赐的增加，包括你服事的能力。真趣味的一个事啦！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牧师，他在问大家在问大家讲：恁有在兑发票无？恁有在兑发票无？有人讲无啦，发票在伊伫倒位啊？有人去店的发票根本无咧摕。即马较方便啊，会当扫描伫你的载具内底。有人讲我从来毋捌咧收发票。原来是安那？他说我收了发票，从来没有兑过奖，而且没有得到奖，所以伊对发票就无啥物趣味。但是伊讲因太太有一遍伊都时间到都轻轻的讲，无你有闲你兑一个好无？哇，真的，他说我兑到200块，无偌济啦，200块。从此以后伊拢来叫发票给我，发票给我。什么意思呢？
就说当你这个发票你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当你得奖的时候，你会注意说，这个发票改成有路用哦吼，来对看看呢哈。我们过年的时候哈，一大堆人哈，拢走去迄个彩券有无？彩券行，伫买，啊无就去刮刮乐。请问要去买彩券的人，伊的心内会想啥？想讲我要安怎？我要得到100杯、1000杯嘛，你会想有嘛？你拢会想有，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常常这样子，当上帝说你来的时候，我无，你去买彩券，你去兑奖券，你就是讲我要有嘛，吼，上好兑到一个1000万的吼，我就减叹几啊年啊呢。但是奇怪，当神说你来的时候，你来捐助，你来奉献，你会先想到说我会减少，我会不足。奇怪，这两个心态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一个小故事，我们都知道5饼2鱼的故事。咱知影耶稣讲道迄阵足轰动，大家去到附近的旷野是山，迄个有人讲是伫即个加利利河边哈，伊迄有一个斜坡啦，足侪人伫遐来听主耶稣的讲道。那听到忘了时间了，已经快吃饭的时间了，哇！耶稣就告诉门徒说：“门徒恁来去找看卖，有啥物办法通互这5000人通食一个袂枵的安尼？”咱请注意看哈，门徒先看到的是什么？没有。门徒甲耶稣问讲：“老师啊，遐侪人，要哪有通去倒去找遐侪食物通互因食咧？”吼，对，我们常常这个是我们平常习惯的心态。我没有，上帝要做你这个代志，我袂晓诶。上帝讲大家做来努力，做一个工无钱啦。但是很奇妙哈，当神说去做的时候，请先不要看自己没有。上帝要你做，他就必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叫你能够做成功。耶稣在旷野，让这一群人都吃到饱，而且什么？还剩12坑呢，12个篮子耶。这是很奇妙的法则。再一个，出埃及，你知道摩西在宫廷40年，对不对？到旷野40年，也没看到他什么神迹了。但是当被神呼召，在西乃山的旷野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说：“我要差你去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好了，法老心硬不爱接受，神就说：“来，我给你什么？给你10大神迹啦！”当然对埃及人来讲是10大灾难，对不对？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让红海两边水拨开，让百姓能够平安的度过。这差伫倒位呢？进前摩西当王子啊，摩西在旷野牧羊啊，他没有什么需求，也没有为神做什么，神就没有动静。但是神呼召了摩西，摩西答应的时候，神迹就开始了，呼召开始了，神就开始做了。所以红海被分开了，百姓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是一个奇妙的经历，有经历的人都觉得说阿们，对，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尤其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一直记住这个神的供应。我们建堂的故事，建堂的故事满满的神迹。牧师也记得哈，2002年牧师离开了富强教会，到高雄去牧会。那个时候，咱的会友就有人开始咧讲，牧师啊，我们这个礼拜堂已经虽然还很坚固了哈，当初盖的时候盖得很漂亮，但是已经容纳不下。牧师在那个时候，已经教会哈为着要较侪人哈，佮雕工做一个夹站有无？用迄个 H 钢哈，放一个夹站啊，一寡少年人就爬去顶悬做礼拜，所以大家已经准备好讲爱建堂，但是大家
还没有很明确的意向。后来我听到，过了大概应该是5、6年之后，大家决心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建堂。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你们比我更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在富强。我们是从少少的钱就决定要盖一间要上亿的礼拜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至少有10年的时间，上帝继续的供应。我们从1块砖、2块砖，那个时候的周报。那个黑色的图案表示增加了1块砖，就增加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募款。那问题的重点是，我们从无到有，从一间小小可以容纳100多人的礼拜堂，现在变成300、400人可以在这边聚会，而且还加了一个教育中心的地下室，好几百平。如果有基督徒说：“哎呀，神的供应不知有啊无哈？”我们富强人绝对不能这么说，因为你都亲自经历到了，都亲自经历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好了，我们已经献堂又10年了嘞，搁献堂10档啊。请问有没有人因为说：“哎呀，当初我们教会献堂，大家都自愿献多少，1个月奉献多少，我现在我的口袋缺好多啊，搁咧欠钱啊，要还钱啊，债务还不了，有人安尼不？神没有给你减少，但是一间上亿的礼拜堂盖好了，那这不是神迹吗？这不是摩西的神迹吗？就是当你愿意做，我同意，我愿意，我买，神就说那我就供应你。我还听过1、2个跟建堂有关的故事，一个是在北部的一间教会当时他们的教会的同工，遐干部哇，拢多好壮年，差不多40多岁，刚好是事业开始在做而且呢有的是家庭准备说要换房子，对不对？要买厝嘛，差不多40几岁就开始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嘛，家会嘛。但是那个时候，这间教堂说我们教堂也像我们富强一样，容纳不下了。所以要来建堂，那这些干部当然就是建筑委员啊，伊讲咱都要先带头做啊。他们就真的把他们原来存款想要买房子的钱先拿来盖礼拜堂。看起来是哇，那个很大的割舍，因为你按你买厝都唔知要拖到第时啊，对不对？但是就很奇妙，他们做见证说，当时他们这些重要的干部把钱先拿来建堂，奉献建堂。到后来，神竟然在房地产最低的时候，让他们有钱买房子。等到建堂盖好了之后，那个房地产的价格涨价超过他们当初奉献的。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应许，你是先给嘛，先肯嘛，但是这个是很奇妙的原理，神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你有没有信心还另外一个小故事了，也是城市的一间教堂。那间教堂在上一次台湾那个股市大潮的时候我上万点，第一次万点，但是很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曾经有人来提议说，这间教堂，我们的教堂已经老旧了，我们是不是要来奉献？大家一起来盖这个礼拜堂，让它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样子。但大家没有意愿，因为大家迄阵投资股票偌好赚的，你敢知影？投入去，就偌济会收获安尼，大家根本没有心呐。好啦，等到那一次股市风暴一降，剩2、3千点，哇！所有的钱都好像人讲淡水啊，崩水安尼啦有一位同工他就统计说，他们当年那些会有投入股市投资所损失的钱，如果
不去投入，把那些人留下来，可以盖一间更多的教堂。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对比了哈，这个也不是人事前能够预测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神给你什么？神要给你什么？是你先有信心呢，还是神先给你才有信心呢？弟兄姐妹，使贫穷变富足的主，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就要为你负责。愿我们富强人，既然我们带的这个名字富强，那你就不要有贫穷的心，不要有贫穷的心态，老是觉得你欠缺什么，而是因为在富足的上帝里面，他是万有拥有的。结论来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当我们遵行他的教训，上帝就会释放他财物的赐福，遵行的话去做，就会体验到个人、工作、教会中都赐福满满。愿神将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特别是跟财务有关的原理，就成为 DNA 在你的身上，你就会经历富足，而且是百代的富足。下个礼拜牧师要特别提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存有那个福气的存折。有福气的存折，基督徒可能一般人听不下去，但是基督徒你如果不确信，那很可惜你对圣经的理解，对上帝的教导就差了那么多。愿上帝让咱拢成做一个对双向变富足的主。这个时阵咱要来吟首诗歌379首，愿我为哪听你咱这首诗歌小等下咱开好会准备搁唱，所以咱先吟1节甲2节就好。吟诗煞，牧师来带祈祷，然后咱准备下一场咱要做好会的情绪。咱来吟这首圣诗，唱1节跟2节回应诗。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跪落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你，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查我去条世间安乐得意，答我愿帮大康，专心垂你，敬虔基督无你，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创造这个世界，将世界万有都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存在着一个贫穷的心，觉得缺这个缺那个，又有风险的心，觉得不拥有更多就会缺乏。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思想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回应你的呼召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确信神要供应一切，神要将所有的供应我们去执行你要我们做的事，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恩赐，无论是时间，无论是侍奉。神啊，求你将这样美好的真理，世间许多人听不懂的真理，
放在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愿意如此行，乐意的时候，神就要供应。主，我们接下来要召开年度的会员和会，这个和会是1年来我们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一同服侍你、一同奉献的报告。愿上帝通过这个记录、这个报告、这个事工，来唤起阮有份参与伫阮所会当参与的，愿意乐意奉献伫主的正工的，愿意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先来做奉献加事工报告，咱再来开始调开咱的和会哈。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咱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会众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报告大声，请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上后面。我大家先用台语来读。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以晓得怎样来应达人。歌罗西书第4章第6节，请用华语一起来读。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歌罗西书4章6节，请看周报第2页。下周服事诗会请胡哲荣执事，其他服事请同工自行留意。请看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今天召开2024定期会员和会，欢迎所有会员及关心教会圣工的兄姐一起留下来分享过去1年的事工成果报告，也以感恩的心
在今年继续参与更多的圣工，为主献上更大的心力。原本在籍不可抗力会员，今日如果有出席，请直接向干事或长老登记，以便改列入在籍会员。为了使和会顺畅有效率，各团契机构报告的，除了补充订正与呼吁外，请不再报告已印在和会手册的内容。今天的爱心午餐还有心灵转角服事暂停一次，请兄姐在礼拜结束后向长职或服事同工领取便当。第二，今天会员和会结束后，请小会员留步，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小会。3，本主日是228公益和平主日，总会在各地有举办纪念活动，欢迎兄姐踊跃前往参加，一起追思纪念。4，代祷团有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的禁食祷告，邀请会友加入禁食祷告行列。要参加的，请到1楼教会公布栏登记。5，本会2月27、2月28日有举办小组长的退休会，请为了退休会的行程顺利，同工得激励与造就来代祷。6，本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从即日起到3月3日截止。那请向办公室索取表格，颁发的日期是3月17号。请看第5页，丧礼的关怀。本会皮怀生、皮怀英兄妹的父亲皮华成弟兄，在2月17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要在3月2号上午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入殓暨追思告别礼拜，邀请兄姐出席关怀，也为家属来代祷，愿主赐下安慰与力量。那第5页的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牧区团契消息，请会友自行参阅。关怀代祷事项，请持续为了国家的内政、社会的平安、青少年开学适应跟学习，还有教会的所有事工以及病痛静养中的兄姐，我们来持续关怀代祷。第6页的总中会及社区消息，也请会友自行参阅。第7页、第8页的奉献明细，如果有错误，请向财务部的同工来订正。以上报告，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哈，牧师先做一个补充报告哈。介绍新朋友了后，我们就请准备要来开会员和会哈。请相关的同工预备哈。好，先介绍新朋友哈。咱今仔日应该是有2个家庭的款哈。有这个陈雪珍、陈长、林昭春3位来到咱这礼拜，来欢迎你，拍拍欢迎你来，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欢迎，好欢迎你来哈。搁另外有一个家庭的款哈，是黄胜军、罗素敏、任麦、任宇，伫倒位聊天哈。来拍手欢迎他们，来热烈欢迎！好，送一个纪念品小礼物给你哈。好咱小等下哈，要开和会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是讲咱欢迎所有兄弟，你拢留落来参加吼。咱等下吼开始正式开会吼，咱就要点人数啊。点人数什么意思呢？要准备便当啦。若你讲，我要半途要离开，你便当无人食，牧师食袂起哦。所以意思讲，如果你能够全程参加，就算你的人数在内啦。如果说你半途有事情没有办法停留下来，你要跟我们长老讲到，对不起，我要先离开，就不吃便当，这样就把你便当的人数扣下来，这样才不会浪费，对吧？若有人临时来参加，有人来讲哦，好有几样的补充报告，我们看投影片。第一个咱有一个消息闹高去啦，就是讲，这个富强门徒学校第2阶段，就是说这是第一段，还有今嘛第2级的，咱伫后礼拜就要开课啊。这是谁呢？就是你上过第1阶段的，
第一段的课程已经上过了，或是你是干部、你是委员、你是小组同工，很好的课程，10课呢，10礼拜呢，所以赶快，我们等一下就跟我们的长老，或是到办公室报名说我要参加，又要准备你的课本手册。后礼拜2就要开始啊，吼啊，迄个9点就要开始啊，所以请大家参加，吼啊，如果还没有参加过第1期的，唔通参加第2期，啊不，你那跳起无效，先参加第1期，第1期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鼓励大家国台语的弟兄姐妹，他都是在第1堂礼拜的时候上课，第2堂做礼拜，哈啊，这是咱的课程表，啊，这是咱的课程表，欢迎大家参加。第2个，我们富强人赖社群哦，今天刚好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啦，请记得加入哦，加入啊！我不知道你用扫描，不知道拍不得下来，不然你用拍周报。加入是教会要传布消息、紧急消息都在这个群组里面。我看看还160、170个而已哈。咱教会上无嘛要400个，啊你若有哈有来，上无恁兜有一个参加，有一个加入，啊你咱若有代志要联络吼。比如讲今日要用9点礼拜，啊你袂记的，你8点外就来啊。啊来通知讲今日是9点的礼拜哦，安尼吼。啊，明仔载咱要圣餐哦，好，安尼大力通知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禁食祷告已经开始，上个礼拜就开始了，中途都可以加入哈。再一次鼓励大家啊，我们这次有70、80位哈加入哦。啊，如果能够每一餐都有人来守望祷告，是最棒哈。啊，参悟这祈祷的时光，过来是先知书古约先知书的查经班，我们在3月6号啊，礼拜3就开始了，它有分早上的班就是10点，还有晚上的班，有人上班哈，回来晚上可以参加这样子哈。另外上个礼拜我们介绍我的祷告这本手册哈，很多人踊跃买哈，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批印的时候是我们的要哀伤陪伴的同工他们要给这些学员参加的，所以他印了一部分有人就觉得很好用，拿买去用，一个工本会100块如果大家还有需要登记如果卖完了，可能要当第2版了哈所以欢迎大家有空能够参与这样子。好咱其他的报告哈，咱因为时间的关系，望讲今仔日的和会哈，我们也能够照以常一样哈，不要超过中午了，大家吃饭时间哈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干部同工在报告的时候就重点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提醒其他的就不要一一再报告一次哈，因为表示这本手册内容会很详细丰富，大家都看到了哈。那另外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说，如果说这本手册你家里面今天来参加3、4个你3、4本咋等于开始伤济你也当留下来，好留下来好教会个回收。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不用印那么多本，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印手册当然就是有资源的这个纸张的那个浪费嘛如果说好没关系，我看完了我留在教会，那牧师可以补那个电子档给你，你也可以存档。我要看电脑打开就看得见了哈。这样我们慢慢统计说，到底我们1年大概需要多少本哈？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开始来做点名的动作，还有清算人事的动作。我们请我们的书记荣泰长老准备拿一个报告台在前面准备来统计人数了。没关系，我来讲你来负责登记。你不要紧，你写一下，来头前不要紧，不要客气。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来计算人数。我们请同工刚刚有请你起印一个数字有无？写出席人数的数字。好，这个时候咱在座有兄弟你若是本会会友在籍的会友，等一下要点你的人数要举手，但是有没有这个手册里面你是不可抗力，这种平时出国去外国工作，在中国工作，在北部工作，今天就回来的有没有人？有没有这样的？有一位，您帮忙给他记录一下，名字记录下放到下面来。还有没有？就是不可抗力现在变成有2位，好，你们要记录起来，请同工帮忙把名字记录起来。2位了，还有没有？
就是不可抗力今天有出来哈。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慢慢来补那个报备。现在我们要请所有在籍的会员请举手。